小娘子哎，做啥啦？侬叫啥名字啦？不等我讲，我叫尹丽花。不等我讲叫尹丽花啊？又讲出来了。小刘秀，尹家早，不如蔷薇尹丽花。啊，早就睡到刘秀为蔷薇的。喂，小娘子尹丽花，侬家住哪里？帮我打去，到那屋里去。我家住尹家庄，到我屋里去。对呀，我饭吃掉了，还到我屋里做啥去啊？我还有名堂了，侬晓得伐？搞名堂？啥名堂啦？搿里不好搞，到侬屋里去搞。哦，搿里向搞不来个，搿好搞。既然饭也把侬抢吃掉了，葛末到我屋里向去搞名堂去啊！好，来，搞名堂去了哦。哦哟，哦，侬为啥把门关起来啦？哎呀，搞名堂啊！搿位置是我阿哥坐个。那阿哥不来，我坐到。侬晓得我啥人啦？侬嘛，把我饭抢吃个小子呀！我是小7岁啦。侬有1000岁吗？我个阿哥有10000岁嘞！哎呀，我是小子啊！小子，那关了自来里个。小皇帝呢？小皇帝，皇帝嘛来了皇宫里向享福个，哪能像侬搿样子把我抢饭吃个？侬晓得伐？皇帝当然是落难到此，侬晓得伐？侬真个是小皇帝，落难来了搿里向个？对呀，我叫刘秀，王莽是我外公，王莽篡位，害死了我父王母后，所以我是好心人救我逃出来的，故所以半路抢侬个饭喏。既然侬是皇帝，搿人家来到我，皇帝是好封个，我要讨封。我现在不是皇帝，怎么封你啊？现在不是皇帝，要是以后真正的做了皇帝，再重封。真啊？啊，好，过来请封。谁封？刘秀只有做皇帝，我就封你为。你想做什么？我要做朝阳正宫。你要做我的皇后？哎呀，皇后是要过不弄噶。当然了，刘秀做皇帝，我就封你为朝阳正宫。啊，我做朝阳正宫哎！我现在到你家里来，你外面不好去讲的我啊。不会去搞个。豆皮吃饱了吧？豆皮吃了差不多嘞，侬来看，搿是黑米饭啦，吃了个饭，大哥会包太平发财的，晓得伐？